2025年4月28日，騎行318川壯線，由成都去拉薩，總行程2000公里，騎行咗25天，一共爬咗12座嘅4000米以上嘅山，由折多山4298米，剪子灣山4659米，卡子拉山4718米，海子山4700米，中拉山4170米，拉祜山4338米，覺巴山3930米，東達山5008米，葉拉山4658米，安九拉山4325米，色季拉山4559米，米拉山5013米。最後3條隧道去賓館，伊朗。哇！呢條隧道發生咩事？大陸嘅樓不要開。我到啦！我到啦！我到啦！東達山雅口318第一個大佬。第一個5000米，意志性金石，葉拉山4658米，又到啦。踩咗8個鐘，上到4470，安九拉山。啲雨越來越大，咦喂，冰粒嚟喎，唔得，着翻件衫先。
都踩咗2000公里，9個山，318分站完成，下一站江仁波齊。送給大哥啊，謝謝，幫我收留他，陪我1個月了。沒有大哥，我替你傳承下去。我過年的時候把它騎回家，然後把它傳給下一個人啊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要誰喜歡的誰拿去啊，可以。